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许丽丽。讲到丰州，乡亲朋友，你头一会想到乜嘅素材呢？相信大家会老爱享用，第一就想到苗栗嘅公馆。今日特别来到公馆嘅石墙村，一片係色彩係種豐州真蠻好嘅素材，還有另外像隔壁嘅福山、福基、忠義村，總嘅情形咪真好哦。我想就係現在有按好嘅條件、天時、地理條件，故所好好努力發展。一下當天呢，準備就係成立一場豐州專區，針對豐州會好好來發展一特定嘅產業。今日喺討論現場呢，咪邀請到農委會，還有縣政府、農會、大家相關人員去聽聽詳情，共下來討論一個豐州專區南北順利去用嘅經驗，聽聽就去到討論現場。開會了！詳情繼續來到 NTV 嘅錄影討論現場。今日來到現場呢，非常嘅歡喜哦，因為呢，公館鄉嘅豐州係全台灣獨一無二、十分特別嘅農產品哦。還有一片清好嘅環境呢，就有人講一片係豐州嘅故鄉。還有對產量來看呢，去年農會數額有90萬件按度。還有這苗栗縣政府農業處嘅統計呢，103年左右豐州嘅產量就有629公噸按度嘅哦。還有一片呢，大家就講係公館嘅豐寶沙按好嘅名誒，也下有一個新嘅計劃，大家我嚟成立一專區咧。首先就為大家紹介今日頭一個來賓，先為大家紹介公館鄉農會嘅總幹事韓總幹事，你好。主持人好，你客家電視台村民大會節目現場，能夠電視機頭前嘅鄉親，大家好。好，歡迎總幹事。再來為大家介紹是苗栗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科的口總，齊口總你好。客家電視台觀眾朋友大家好，啊，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口總。第三位來賓是農委會企劃處的副處長黃副處長，您好。主持人好，各位來賓好，各位鄉親農友大家好，還有這個客家電視台的觀眾大家好。謝謝副座。繼續來講到哦，大家就知哦，講到豐州，聽錯就會講到台灣苗栗縣公館鄉鴉片呢。青島人就講鴉片係豐州嘅故鄉，按照公館就有紅寶石暗號嘅名聲哦。其實豐州嘅歷史呢，就早在講到140年前呢，從台灣嘅豐州嘅始祖老祖公係乜啥呢？其實就迄啲鴉片吼，石圍牆、石牆村鴉片，而講到係175年嘅下呢，就有鄉村嘅農民呢，佢對廣東帶嚟兩條豐州樹嘅樹苗，嚟到公館鴉片中，過後呢就驗證鴉片嘅天時、地理環境、亞種嘅條件都真好，故所呢豐州就啲公館鴉片更種更多嘅，還有一下天天嚟推廣出來，一下全台灣幾件。看得到也豐州嘅名聲更來更好，還有也按當年每來當年都有舉辦豐州文化節錯嘛，也就天天嚟打出也好名聲。進行嘅方向就係也下大家官方方面呢，大家準備而嚟做一個豐州農業專區，因內容係乜嘅呢？聽聽記者嘅腳步，向下去看啊！一粒豐州，豐到金頭，豐州嘅故鄉苗栗公館。南北會成立特定專區，大家看一做嘢，豐州鎮扎個體，現時嘅亞地體南北會拿來做專區規範嘅示範體。以面積來看，鴉片係1分啦，南北規劃專區減減有200公頃，故作市民會係亞地體嘅2000片按度，大家對也各有想法。這個黨號啊、專區啊，然後來看到全部都規邊嘅都係豐州啊，唔會講然後買冇貨啊。專區啊，擴大，因為個地方也都種喺豐州都有限嘅。專區以外嘅蔬菜啊，大家也當想都，大家都想愛種。喺我建議都講話天河大家一樣的，冇一款個乜嘅專區內、專區外。企業愛用嘅話係目標頭前頭一個問題，另外土地又會對哪片來攞？農地係咪做到較積極啲嘅？我不只係標指宣出去哦，我可以請人來媒合，甚至更加進一步嘅講，你就想愛標出去嘅嘢，交幫我農地，
农会切个将去请人来工作。可那过去富圈嘅土地出嚟种丰作，被永年种不为10天，丰作转期转嘅长途，更会影响产业发展。佢转期有好处，像啊安尼如果要，而家就要判约嘅啊，嗰幾日就如果種烏嘅又要判到啊，所以講要防備慎防，一天內清一色全部工作。一看呢下全部全部上面，唔好講弄到有10天有種烏嘅，係啊嚟啊。看啲鬼片那種太湖樣嘅鬼片都上面，大致命途嘅啊。公館鄉農會現時喺葡萄起力度嘅每一天專做豐作。賣嘅差唔多4冊5冊嘅黑果嘅，哦，差唔多第3年、第4年都開始都有成果會出來嘅。啲按你嘅成果出來以前，大家出冇事實嘅應當佢按你講啦，嗬，佢都做健康嘅。因為我受工嘅人。嚟專作種豐作，有等於要慢慢的接受，因為我考慮豐作我6000年，真正可以睇書神，冇也按多年以內係冇書神，農民沒有嘅問題。擴大面積增加收益，專期嘅比土規劃有好些嘅嘛，啲廿八經驗轉變嘅時節，大家講係高自己嘅豐寶沙，咁做嘅奇彩藥鋪，打造出行卡好嘅產出，大家莫記期待。啲影片當中，聽到青島中作為嘅農民朋友嘅嘅欣賞哦，對廿八二嚟成立一隻豐作農業嘅鐵天傳奇，大家就猛嘅期待。還有廿傳奇嘅內容設計係乜嘅？佢嘅範圍，帶鄉親朋友共下來看啊！廿八嘅公館紅寶石的專區呢，紅棗專區哦，就係成立起來，嚟標出也產出，大家做嚟穿到行卡多錢，還有呢也豐作嘅名聲，我留佢推廣出去。廿八咧專區嘅面積咧，其實 ND 呀眼球地背度吼，也做清楚有190.29公頃，按度按法。地背度有哪一隻區域呢？其實就係石牆、福基，還有福成也3隻村的地背度哦。還有我來看到啊，一下公館中豐作嘅面積。其實有幾多嘅，差唔多50公頃。南北出去樓記規劃一隻專區起來，地背度吼，係咪推廣大家共下來種豐作，種到行卡好，集中管理也嘅成效會行卡好呢？副處長，這次我們這個專區計劃裡面呢，實際上它的內容是怎麼樣？是不是真的可以來把紅棗真正的推廣出去？那我們知道說，台灣的這個平均的那個農地面積都比較小，那不容易經營哈，所以就是長年下來有一些農地甚至就休會耕了，那有一些的話，更不好的就是可能就是想辦法去違規做其他的使用了哈。那我們就是希望能夠透過這種專區的方式來擴大這個規模哈，然後來把這個農地恢復它的這個積極利用。所以是農地農用就對了。是，那我們這個專區的話就是5個面向哈，就是農地利用，然後這個組織的整合，還有這個培訓訓練，還有這個產銷經營，還有那個友善環境啊，這樣5個面向來努力，然後這個在裡面發展這個核心的作物哈，像我們這個公館這個紅棗就是一個很好的這個例子。那大家這個從這幾個面向去努力了以後，如果能夠獲利哈，大家這個收入好的話，那大家都會好好的這個去應用這個農地，然後農地就可以維持農地農用這樣。謝謝副座。那接下來請教科長哦，科長呀，地背度啊，呀哈其實種豐作嘅人唔單槍啲呀地背度出冇，啲計劃區外面還有一棟人就種豐作啊。顧所長會講，呀哈公館種豐作面積有50公頃，啊呀哈愛來托就係選定紅棗當一個核心作物，用專區嘅方式來發展，呀用上位物用來做呢？呀，雖然講專區地背有種豐作，豐作專區外嘅，我哋是咩上來推廣豐作，因為講呀豐作呀隻作物。吼，推總幹事也就農會也就配合伊吼，生產價值應增加。我也就暑假講農會總幹也講，也就透過一隻專區，吼，做嚟增加農民嘅收入，按農會嘅收入，過來也做保持呀農地農用，
大家也伫公馆体系也伊度因种嘅农xã的啦吼，也希望透过一只计划吼来做咧达到农田农用，增加农民的收入以上，安子些。好，科长，人家还有讲到哦，也敢唔系讲公馆去农xã嘅人太多诶，我做嘅一下因土地当中唔系农田农用嘅书记形容嘅喏，咁要当人都唔种丰作，种福嘅咧。也因为讲社会进步啦吼，公馆的交通也方便啦吼，土地也好，所以讲吼，也伊同外地人看重也只地方吼来起步嘅。但是人家的产业、农业产业还要靠大家，但是丰作也只经营方式还要爱后生人，希望也条后生人来增加来入来人家只土地来种丰作，增加收入，也条发展人哋地方嘅产业。也希望嘅机会也会太少。还有，出来问一下现场按到种丰作嘅农民朋友喎，你哋唔去家啲也转去地杯度嘅人上卡数好冇？因为也下本出来吼，大家咁樣凡事講有乜嘅轉期內轉期外嘅問題，家下人總咁樣要講。我估說按當然係啲轉期地杯度，冇啲轉期地杯度嘅人有冇？我沒有啊，沒有按到。也睇佢差唔多。大家欣賞嘅無強用車標下來嗬，然之後嚟看談一下現場農民對一轉期成立一下想法，然後佢吹出來嘅。唔過大家想法係乜嘅呢？請卡數，好，請體育嘅班長。人家嘅總幹事將人哋農委會嚟申請一個農業一豐作轉期所以我也講也唔係清楚，所以我也借一個機會。嚟熟悉一下轉期嘅內容係嘛？事情嚟了解，問大家嗬，講也嘅豐作轉期係樣嚟來，將來一樣嚟規劃，樣嚟種。好，按之說，感謝班長哦。還有現場有唔係啲也轉期地杯度嘅農民，想我嚟發表你嘅欣賞嘛？好，請也睇過，你嘅種豐作嘅素材。邊冇啲鴉片係冇？我到延伸到下嚟200公尺裡面。我嘅期差唔多200公尺以下，一多人送，一直到關野埔也條地段全部。我要係屬於福興村的，都一地下到下邊。福興村結果冇啲鴉地杯度係。下邊路下裡面，我嘅家去就骨夾嘅，我嘅福興係嘅夾人地最有人送嘅安尼。我建議是講也個延伸到一個未來的一個主軸，就觀光客就來翻嚟迄建議講下邊300到500公尺，能不能把它列進去？列進去一個專區翻嚟，我哋下邊種嘅人也目前已經當到人種嘅咩？我也下邊也係，但是人家感謝講農會對豐作也係個推廣，也就今年嘅賣銷售量就當好。當好，也係感謝農會，但是我建議就講，農把它發下去，人家就會農民，下階嘅農民國家下有較少人比例較東少，我嘅意見含比例含1個，就是講農會能夠把這一點建議進去，能不能增加一點點？才延伸到兩邊能夠加起來。謝謝。好，感謝也睇過喎。但係也所有嘅疑問嘅回答，因為繼續請總幹事來回答。還有人對轉期有乜嘅想法，我嚟同大家說明嘛？我要農民要了解，也嘅本農民了解唔樣嘅付出，一個政府嘅規劃，啲唔是像人嘅種有嘅，天唔種無嘅，我本佢要了解，真有辦法吸數據嚟講，轉期佢種有嘅種無嘅，我用嚟改變下一般嚟種豐作。要輕鬆嘅，我嚟影響配上人老嘅，對，下過來種豐作。對，真有辦法在轉期地方做較大安，像也比如話咧轉期嘅安尼嘅感覺當好，對農民當好嘅配套措施我做出來，我俾農民了解。係唔係唔好本乜嘅轉期內轉期外，大家享受嘅好處就係共用交通嘅問題，還有補助嘅問題，其他係唔係也一條龍所有嘅產業鏈其實係有關聯嘅咯。我再人接下來就請總幹事也把清楚有公館鄉
农会嘅总干事来睇下说明下，一阵期按用挖起来，研究捞佢扣起来，永远啲地尾度，永远老辈唔过一强用就系大家出啲种风做，一兴用嚟挖嘅喏。农业전期啊，其实就係你讲優良農體嘅加出，能夠加強，安尼部分啊。實驗。咩？優良農體啊，去加出安尼計劃啦。主要目的啊，就講你土地啊，好好來耕作，好好來利用。但是你전期嘅目的，我甲講，就係友善環境，大家教育訓練土地來加強利用，安尼目的。當然我要隻核心作物，核心作物當然你講過就講豐作，豐作전期。當然開始挖下，當然我要隻範圍，能夠去適中化、規模化。係咪大家強下來種豐作，強下來管理，安尼成本就會較大。降低成本。目的，故所講冇辦法講就啪全部放一批，但是呢，挖到전期大家會來輔導，能夠有工作嘅錢，大家會來共同來維護一啲好嘅工作嘅環境，也非常非常嘅重要。故所假講嘅。係咪大家喺種豐作要賺錢？大家土地就唔會賣鐵，就唔會挖鐵，就唔會本人起屋等等。但是公幹農會多年來全力啲嘅推動呢豐作嘅產業，冇挖到전期地位，咩強讓農會強讓來協助，強讓來輔導，強讓來拜託大家唔好用農藥安全認證等等，強讓。保證價格來訴求。你看到也係去年呢，苗栗縣政府嘅農業處統計出來嘅，去年公館咯，單槍公館也就素菜吼，農作物嘅產量有幾多呢？大頭名就係家下青島農民朋友講到哦，公館也下中部嘅人，絲田嘅人，中部嘅人，青島去年呢單槍務嘅哦，就有7636公噸按度哦，務嘅白天一頭一期還有天一期，然後佢加起來，咁麼務嘅按度哦。還有人請一下見俾大家傾下來討論，請關心嘅豐作有幾多呢？其實已經擺到天嘅，第三樣係吃嘅，過來係同感。豐作去年嘅產量有629公噸，故所擺到天嘅，其實佔4%還冇佔到按度。唔過一下人也轉期實起來過後，我留佢全力來推廣一豐作。看一圖哦，請問柯總，一圖看起來，豐作數629公噸，聽聽，唔過佢嘅經濟價值很用誒，故所大家爭要上嚟，也下來專作啊，來種豐作，咁係較好呢。所以講一豐作嘅價值啊，看一斤啊，吼140蚊元，加一斤做當嘅貨嘅，看1多斤，吼大家所以講。希望講也公幹，喺豐作也全身為一啊，也農會總幹事啊，農會也一直也推廣，也希望也只豐作能帶動也就大家來加入種植，數量啊吼，應該講農會也就部分啊，應該產生冇問題啦吼，就講嘅豐作，係你希望大家做加強投入啦，安子啫。雖然講單槍去年數629公噸，天天唔過件呢，已經數嘅價錢係比無謂高出千度嘅，故所呢一下上愛來拓也豐作做伊咧核心作物，啲전期當中來推廣做下去。唔過呢也像也面積還有也土地有那麼，咱擺也전期呢規劃係190公頃咩？地尾度做嘅種豐作嘅面積係幾多呢？總幹事啊？第190公頃地背啊，種豐作差唔多30公頃，但是做的耕作嘅面積差唔多有170公頃。做的耕嘅係。做的耕作嘅部分，但是呢，我希望豐作係咪到啲地背啊，做得發展到120個安尼。第一係要求講啲嘅廢耕嘅土地，當然希望第一就目標就係攞佢拜託來。對留佢擺頭嘅，漂來，或者留佢美節和本年輕人來種，就種豐作。那我哋講要講地方要種禾也好，土谷也好等等㗎。總講要講佢嘅價值，經濟嘅價值冇咁高，係咪來輔導來專作？專作當然講要講，要對我種豐作5、6年，就要係大量嘅生產，係咪
政府也好、农会也好，为了研究的补贴等等，我想也非常重要。这次的专区指导单位农委会，像这次大家既然这么需要来增加种红枣的面积，那土地上我们专区有没有一个实际的配套措施呢？专区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修慧根的地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农地银行的这个平台哈，它是要扮演这个角色了哈。那依照我们过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哈，就是说，其实出租人的他对于租金的高低还是其次的考量，他最主要是信任感哈，就是说，如果是亲友哈认识的人，他就会比较愿意出租哈，所以我想可以从这一方面去努力，就是说把那个修慧根的土地的地主他是谁啊，然后、调查清楚，对，然后那个调查清楚以后，然后这个透过这个亲友的关系，然后去请他哈，就是出租来那个耕作。那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活化休耕地的这个计划哈，它就是有这个活化的补助嘛哈，那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施政资源啊，去那个活化，然后也尤其是红枣哈，它是特别有一个特别的补助这样子。特别的补助。是，对，所以这些这个施政的资源的话，都可以去应用，应用来这个扩大它的产量，因为这个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打出一个品牌，那我们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供应量啊。好，谢谢副座。像俺来看到哦，要对副座来讲，也哈，既然你做嘅有乜嘅补助呢？俺来看，其实也哈对大家来申请产销履历，也係有补助嘅。教育训练没有，像有啲推广讲，大家要嚟做教育训练，种副座应用嚟种到行较好，也咪係有补助嘅。另外呢，俺来看到哦，82年起始哦，也嘅县政府就嚟推动讲，休耕嘅人呢，有按嘅人就做得嚟申請講，迄個年嘅休耕地要嚟轉做副座，就有本一公頃4萬4按呢，按呢現在中嘅補助，按用對大家嚟講。希望做得上來行較當然來種哦，還有家下哦，大家青葱時就會見講到嘅，一下種一個戶外嘅人青島，還有種豐作嘅人，一兩隻哦，大家來比看呐，因看數葉啊來數1分體哦，大家用1分體來比，種戶外呢，其實的數葉有幾多呢？其實算下來1分體，賺到5萬人元，數葉係5萬人元，還有豐作就無共用咧，加 CP 案都有20萬呢。如果佢加到那兩種無共用嘅特性，嚟看到像無謂係短期做1年1栽種而已。故說佢係咪種起來較簡單，還係較麻煩哦？其實人也鄉親朋友聽錯有無共用嘅欣賞，另外種豐作佢係多年生，故說係唔係佢當然出來緊生起來。大家較唔是按反手按麻煩去種，唔過呢，像家下人哋樣片當中，我們有提到講，一兩種無共用嘅，係你種不會哦，差唔多200年你就有好收成，唔過種豐作你要等幾久呢？要等3年較加哦。故所啲按呢個比例之下呢，咁有可能講，像大家一下要來種豐作，大家就會講卡數眼要來種，一下就做得呢。其實大家嘅考量還有考慮問無共用。像我現場嘅鄉親朋友，有人種不會，一下你有想法，想來攞佢轉做豐作嘅麼呢？也目前喺度種會呢有不少委員嘅想法，就講想我哋轉做豐作，也已經當過。因為也在乜個條件之下呢，有兩種條件，第一點就講，也農會啊有成立一個專區。啊，有繼續有後勤的一個補助哈，或者是有那個計劃性、延續性。我相信在農會安尼鼓勵推動一下吼，慢慢的，我哋轉作個機票，我哋見到。故說你自家想來種，轉過來種嘛？是，嘿。老有誒倒替來種豐作係。就直接嗰啲人就可以種嘅，也係一種想法。啊，當然也希望咧，一個教育訓練。個人呢，也個補助各方面呢，也個發通呢，能夠向農會繼續來推動，讓也個豐作更好。因為吼也豐作嘅收益嘅效果啊，吼，當初我相信有3倍以上嘅效率。哦，嗰個在工嘅方面、人工方面也較少，吼，也我想也係有長遠來看係有利基的啦。紅就紅起來，好，感謝亞太哥。唔過種豐作敢係色彩有按改喏，設計種豐作嘅，像亞太哥，唔敢係設計種豐作，色彩有按簡單嘅事情嘛，一下會轉做豐作。一個豐作啊，吼，也有那個長期嘅
也个经验啦，吼，从也个故事啊，剪辑吼，剪辑个视频，个头下错拍吼，个也观快。偏重开也就等等。請唔到自家來執縫做係，係要請人來向下執。咩一工作做完以後，嗬，一隻期間嗬，係長期嘅工作，都要採數縫做㗎嗬，真係按到嗬真實嗬，當時有人啲嘅時候，因為採數縫做嚟講嗬，唔係像人拖過嗬，用機器化做的。哦，縫做呢係當細粒嘅東西，一粒粒嘅去挑線，哦，挑線唔係講將你用烙做的，做唔得。做唔得。哦，挑線到佢成熟嘅縫做真好雜。不過參加一個人嗬，慢慢老化，後生嘅要冇安尼嗬來繼續安尼。冇來聽輸出，較冇辦法嘅。當多人農夫啊，就兩公婆。兩公婆因為摘縫做家嗬，因為去摘，因為賣嗬，因為入縫做，無限次差，無限次差啦嗬。不過迄唔係講也順勢帶到觀光客來嗬，來採一個縫做，佢就感受一個人嘅。哦，嗰天意呢，迄唔係像做得嗬來募捐一個哦。臨時嘅嚇一個人工。剛才睇過哦，總縫做總按叫嘅線上簽到哦，還有唱歌還有講到哦，啲7、8月咧也就係摘縫做睇出嘅時間，故作睇架簽無限，因為簽好係有48點鐘啊，係有24點鐘嘅兩批嘅是簽好，唔過冇可能啊，故作呢也睇架摘縫做人力需求簽太，故作咪有人去搶嘅，即係也就會造成也採數嘅成本也係提高進度，還有另外一咧就係7、8月咧簽會讀到乜嘅咯，縫材啦，錯冇？唔過其實甜食還有人力就會受到一個摘縫做，還有一縫做有好什麼，因為都係影響嘅範圍當中。嗰個另外還有實批哦，你嚟看啊，無咁樣嘅做農家就對實批還有曬縫做嘅本等係乜嘅呢？強強嘅名等、托等，照顧縫做就像照顧生意嚟用嘅。王先生退下卷子過後，就開始老縫做向下工食飯。我每天早上4點半到5點就要起來看它，因為6點鐘以後就待不住了，太陽一出來，我們就要躲起來了，就馬上升溫到40度以上了。所以呢，我們看得很仔細，一看一摸我就知道這個有沒有做成功。講到熱西鍋，王先生簽3批，今年6月咧，佢親身設計嘅熱西鍋總算做好嘅。條南我起來看到嘅 PC 透明板，卡條講利用溫度調整，呢度要50度卡架，比用一條細桃園32度嘅高位減減嘅20度，傳統一般細縫做會使1禮拜卡架，熱西鍋但請會3到4日。第一點就講愛衛生，縫做落邊愛曬過10日咧，半夜到10日，夜時間咧當到烏雲或者強或者毒，灰塵也掉。咁你看到就講哎呦啱唔啱實嚇，但是熱曬房以後，他講熱不來，那邊說幾咁熱來，按手咁熱來，那時候就是得，就很乾淨。是睇40萬，本來嘅係時間效益提升10度，算盤跌跌嘅，按你嘅投資唔係大家就負擔得起。因為玻璃幕啊，聽講一個用啊，成本材料較貴，我就用一個較簡單嘅一種安尼食材啊。也可以耐已久到，成本較便宜，因為也係似乎唔係講有補助。當然7、8月咧，公館家家戶戶差唔多都啲細縫做，可能過去幾片就係縫色。用陽光曬出來嘅縫做較好，又較淨較縫。先講乜嘅？冇讀到落雨啊！露天公落雨，幾時就反射嘅，縫做冇辦法曬日頭。就會曬到幅度用天破嘢。我認為做出嚟好食嘅縫做感，消費者真會中意咯，大家各有本地。就是很甜啊，越吃越愛啊。
爱老亚嘅凤座干哦，变到行较好食，大家方法无共用，还有咩受到甜食嘅影响。因为看到哦，家下啲影片当中诶，有一道无共用嘅做法哦，像也系用日头晒嘅日光曝晒，另外还有晒唔辣嘅时间，做嚟用天配嘅方式，就攞佢用迄個烘乾機，然後佢天天嚟配。另外呢，家下人看到有做農哦，佢是自家發明嘅一隻叫做熱曬鍋安尼嘅做法。另外還有一下面有人做入玻璃屋，無共用嘅本等，大家嘅鳳座乾就變到無共用哦，怕那一種消費者較好喏，大家就做嚟一次看啊，無共用嘅做法。還有因為嚟講到哦。其實一下出嚟講鳳座乾啊，另外還有一個大家一下從今年買到千好唔辣賣嘅鮮果，你嚟看到哦，一下賣嘅價錢呢，一斤鮮果嘅價錢係150元，還有紅棗嘅一斤賣到幾多呢？一下農費嘅價錢係720元。嗰種一鳳座乾咁係屬於較好呢，大家想愛嚟做呢，嚟請問現場嘅鄉親哦，請問鮮果還有鳳座乾，哪一種嘅屬於較好呢？一個鳳座乾啊，因為他個年紀全部60歲，全部年紀很多嘅，全部用日頭曬啊，落去生意來樹都唔得擦啦，係咩來用一個玻璃屋啊，哦，就唔是樹，落去來也唔是樹嘛，唔是樹葉就按好樹啊，哦，過去本土保持40度45度安尼。嗰個曬出嚟啦，漂亮啊！好，按子說，感謝葉班長哦。嗰個像一玻璃屋啊，係唔係大家親使用嘅呢？玻璃屋設計還有乜嘅好處呢？能夠請其他嘅鄉親。另外，我是想一下，人家就豐州氣質豐州，一年都一整夜天天，人家要提升人家就公館一片嘅觀光產業吼，無乜嘅配咧吼。人可以用玻璃屋吼，整片人家有公館做規片的玻璃屋，就變做大家共下來起咧玻璃屋係。提升它的景觀價值、觀光價值吼，也係當重要嘅吼。也他家人有無按到人力啊，吼，甲阿叔講，也蘇鳳座吼、西鳳座、蘇鳳座吼，一艱苦嘅吼，他家人都低啊。但是有玻璃屋嘅話吼，他家人會較輕鬆，吼。好，感謝也睇過，也總歸是也做會到係，也實批控嘅。規劃天數轉期過後，咁有可能像也泰國講嘅，大家就翕來翕就玻璃屋，係喺統一有玻璃屋安尼嘅設備咯。像你係非常嘅重要，假如看要島社會農民佢自家就呢個做玻璃屋，當然佢嘅產量、佢嘅衛生、佢嘅安全、減社會人力各方面非常嘅好。但是呢，每個所有嘅農民就有安尼錢。經濟嘅問題冇辦法講大家來做，但是甲我講，迄大家來做，也人台灣當到屋當一隻咩？迄咪大家來改善變到玻璃屋，安尼就景觀啊改善，因為觀光嘅人潮會來，輕鬆咗就講成本會減少。但是呢，農委會啊，我們講農糧署啊，一度嘅付出，但是呢付出全部有規定，你係要做得該要做唔得，迄個嘅看法應該會照。各種嘅農作物嘅飼料，大家無共咯。種嚟玻璃屋、農糧署，而且無安尼付出，迄個嘅看法，政府啊、農糧署、農委會一天愛改善，愛停安尼行，停大家嘅飼料嚟行。故所我想啊，農委會呢部分啊，應該已經研究，係咪有安尼計劃，有安尼經費，有安尼。規劃規範來幫大家成長，我想你係非常重要。呢一部分啊，農會要發展啊，一到年嘅，我想今年啊要發展，希望你喺長期地波也好，末波也好，大家要飼料，大家就來做。因為政府付出啊，唔係講一刀錢，係呢大家自己要配合款啊一刀，但是政府付出就有動力，大家就會來做，係非常重要。好像副座這個的話，專區未來。建制起來之後啊，專區在設備上有沒有一些有一些規劃的內容呢？這個我們農委會有一個評估的這個方式啊，就是說會尤其像這種這個很創新的，這個很敬佩，就是說農民自己像這個是不是紅棗可能專用的一個玻璃？對，發明出來的這個創新。那這種措施的話，我們就是我們會評估它的這個投資成本的效益，還有它的永續使用。因為有些以前有些的話，
那个他可能投资了以后，可是使用率没有那么高那可能就是说是不是值得投资？这个我们做过评估以后如果说觉得这个是这个可以可行的话，那当然这个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这个补助的这个规定来办理这样子。按当然提出来嘅問題，石皮方還有土地方範圍也就按到問題呢。其實除非影響到南北人豐州產業行嘅路，會長長久久安尼麼？其實一下呢，大家就得出同嘅問題，可能就長期起來過後有好嘅嘅麼？大家一下係唔知，還有後段產銷部分，你買嘅通路方面有乜嘅問題呢？聊一下，等一下向下繼續來討論。山嘅裏面還有小鳳凰，樹有金山，清風層層亮啊，它在我身上層層亮來喲，來喲，我只是情郎掛在心來喲，對喲。更多也討論嘅現場，繼續來看到公館推廣豐州按當年來設計，有嘅賣嘅情形啊，還有講也推廣圖有見來見過麼？還有設計項做農大家上來有傳到錢，也錢有入到也付退嘅麼？來談看下大家嘅欣賞。本年之上出出入入，做農唔先生無限啲嘅步伐。啲公館青島做農地度，佢算係真好生嘅。乜嘅技術真好，只能做，乜嘅方法還有通路沒清醒。我們的通路很廣啊，然後我們幾乎都是全部都係講，你可能主講已經查到 QR code 啊，遲早會同我哋聯絡安尼啊，人人都唔難買啊。強調菜地，公館豐州也按當年來行認證路線，見來見到嘅做農，啲也細細嘅標條項，潛到大大嘅販賣市場。唔像一個太多嘅嗬，價嘅沒有啲公館嘅產品啊，太多來是便宜嘛，佢就疊個要公館嘅標籤來疊皮就佢就靠賣啊。這個標章做起來的話，對我們消費者很好保障，對我們農夫呢一個產的出很好做，因為你像我們小包裝，我所有的包裝，所有的小包裝，我統統有做2個 QR code， 一個這個是農會，這個農委會的，好安全追溯，這個農委那個公館農會的產地標章，我都把這個錢貼上去。寫出係菜地生產的，做出產品規格。農民建議豐州專區應該一啲品質把關，還有教育反擊項3萬到位。農產品的專區，這是一個趨勢，也是台灣應該要發展的方向吧。你像農會也規劃一塊地，好，也可以做完整的教育訓練，好，過會整個做一個農地的管理，好，按你做起來對人一個品質沒有較好。可以豐州專區再擴大。甚至呢，做一個示範效果，就講亞個地方種豐州當好產，係咪作為有人想，其實專區嘅想法呢，唔係政府愛人做專區，應該係農民自家想去做專區，按你做為將會做用做為叫。專區嘅想法，基建天天嚟看出用嘅嚟，對做農做意思來提高收入。老人講係公館嘅豐寶石，發展到行卡站到行卡當然。來看到一個紅棗收入佔總的農特產收入的比率，要公共嘅情形用嚟101年計下呢，其實你看，中豐州嘅收入580萬，
另外呢，来到高铁年101年变做较加一些咧，变做640万。不过去年咧，伊还增加轻度变做1004万按度诶，也係唔係實際講一個推廣嘅成效已經出來咧咯？還有一下推廣部分、賣嘅部分，還要做到物價嘅提升呢？因為請到現場嘅農民，一下產銷的方式哦，銷售的通路，哪一種係親好誒？還有一下大家做的這個方式賣的，是不是單打獨鬥，還是依靠農會啊？現在的這種銷售方式是不是很好，適合現在的產業呢？未來我們如果讓這些我們想要再把面積栽種更大的這些青年農民，包括一些我們大家這些農民，然後能夠不會有因為量出來的，不會有賣不出去的那種壓力，所以還是希望說農會能夠輔導我們，好，然後幫我們創立一個平穩的銷售平台，讓我們來販售這樣子。好，感謝這位先生。總管司機面積擴大過後，中豐州嘅人變到行開到，我驚賣唔出去嘛，一下呢？台灣啊，豐州啊，差唔多市場嘅市佔率啊，差唔多3%左右。故所咧空間啊，非常嘅發，非常嘅大。但是呢，咧長期嘅目的就講營銷市場通路也非常嘅重要。故所第二輕重要就講佢安全認證要做好來，還個合作，農會要留所有嘅中豐州來合作。保證價格來需求，但是非常重要一點就講100%做唔得要農作嘅殘留，也非常嘅重要。故所講要講嘅產銷履歷，我們的追溯來源 QR code， 還有公安農會嘅產地團體商標嘅認識來。故所本市場有區隔化、差異化，係應該你。公關農會嘅，還有農民嘅所有豐州對台灣嘅市佔率就會提升，我想你係非常嘅重要。有安尼市場，有安尼價錢，我想量唔係問題。目前50個，但是呢一下就差唔多就唔拉咩。所以你希望係咪越來越多，還個價錢價格一定係穩定。還個比例下高，還較好。誒農會嘅想法，農會嘅目的，我想另一部分農會一定會努力來達標來做。總管司還有講到亞哈台灣豐州嘅市佔率啊3%冇，還沒有1成呢吼，所以其他都係中國大陸來嘅豐州。因為大陸來全部豐州幹咩？但是你台灣嘅豐州就在公幹，差唔多50個，有大部分係省嘅。新鮮咧，大家就走去實體咧，純咧豐州館就冇一班咧，冇一班咧。但是呢，市場量非常大，但是目前嚟講，價格當然台灣較貴。嗰個種肉市場大部分以前全部唔係講打唔入去，以前冇安尼量，韓國大家冇去從事，韓國冇區隔化。大家講台灣同大陸。冇乜嘅政策，但是呢，而家台灣全部嘅安全呢，冇農作殘留嘅，本大家抵得消費者佢就會去看，嗰個係因為係有區隔化嘅市場，區隔化嘅人講嘅佢豐州嘅種作嘅市場，佢就會想，我要賣台灣嘅。我想你睇大家看就抵了係你公幹嘅豐州，佢看下長線，下細，我記得講。資訊就就較細粒，韓國北海來佢嘅闊啦吼，佢嘅字就較細，當細。哦，因台灣種較細就錯誒。細細尖尖的吼，小小尖尖的。當然大陸嘅就較糊，但是佢冇按糊啦，因為佢係蜜過，做了蜜餞就較糊。但是喺新鮮嘅豐州館看起來咪較糊啦，較大較糊，韓國佢嘅字就較大。總管是像按呢，對100年歷史哦，傳統一個標章起來過後，設計賣嘅情形又變到設計較好冇？對大家來講，價要看咩？佢嘅價格，韓國佢嘅收入，將農會來講，收入全部倍數成長。當然，就是講消費者慢慢呢，佢就會認真來看，佢就會希望買台灣嘅安全嘅。感謝總管司哦，還有像一下呢，豐州產業要天天的發展，也按做嚟體檢一下、盤點一下，一下豐州像佢嘅組織，咁有遇到乜嘅問題？年紀全部都按照說，希望啊，較年輕嘅、較有經驗嘅來做辦裝啊，哦。好，感謝也太高啊！像一下，我哋近期實起來過後呢。
大家就会好好来管理丰州嘅产业，其他请问现场嘅农民朋友，还有丰州产业有乜嘅要检讨嘅素材无？请咱摆係唔係要嚟引入新嘅品種，还係有乜嘅品種開嘅問題？有農民朋友想要嚟提出嘅冇？有冇？目前啊，做豐州嘅品種開啊，嘅果園啊，十分的多。年4年來啊，嘅果園啊，非常嘅聰明嘅。哦，用藥嘅藥劑啊，用怪唔到咧，哦，像咁樣嘅嚟防止一個品種嘅這個果園啊。好，有問題做嚟搶高嘅農改場的副座哦，今日有特別黨工來到現場哦。剛提到的果園的防治，我們會隨着專區面積的擴大，我們會來輔導採取共同防治，甚至我們會採取整年的所謂用甲基丁香油來做整年的監測。然後看到密度高的時候，共同防治是指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大家一起做？然後用甲基丁香油整年把雄的把它誘掉，因為雄的誘掉以後，它就不能交尾產卵，這樣面很快的它的密度就會降下來。那另外再提到說品種的方面，因為過去產業規模不大，改良場在有限的人力，我們沒有辦法投資在這一方面。那如今整個專區產生。面積不斷的擴大，我們改良場會投入人力，針對品種的多樣性，我們會來朝這方面來努力。謝謝。所以像有可能引進會其他國家的紅棗的品種啊，來我們這裡試試看，有可能。這樣好嗎？有可能。中國是按年後冇，你吃到按年後冇？大陸是紅棗的，幾乎是紅棗的原產地，我們也在試着考慮這一方面。當然引進來不是馬上引進來就可以用，要適合我們苗栗公館的氣候，而且產量、品質都要符合大家的需求，將來才有做推廣的，進一步做推廣。好，謝謝副座。中國是按嚟係今後嘅係按轉期有引進這種新的計劃嘛？我想目前啊，中國大陸啊，嘅記錄啊，豐州嘅品種有706種品種。700多種，但是目前大陸含有嘅差唔多200-300種嘅。台灣有幾多種？台灣差唔多1-2種，1-2種。嗰個台灣咧豐州比較細，較細，大家去講，係咪豐州做嚟改良，係新嘅品種入來，睇擺嘅豐州嘅產量，還個豐州嘅較大粒，安尼就較有加成嘅吼。嗰個長期嘅部分經驗嘅計劃，就有2點，我希望農改場大家來協助，來引進新嘅品種，還有講改良。係咪下一擺嘅產量會增加係，也係今後嘅方式係。好，感謝總幹事哦。咱來看到哦，一下現一隻豐州來做核心嘅作物，來發展一個農業嘅專區。咱來看到，咱台灣有其他蔬菜嘅發展專區啊，像大家青地嘅就係講宜蘭、三星蔥，一邊有一個專區，新社咩有香菇專區，還有咧西半埔蔬菜，雲林吊南有馬鈴薯專區。咱公館一下就係對一下其實要來獻出豐州做核心作物來推廣一個豐州專區哦。前面呢，今日6樣有到鴉片哦。差不多結束誒，咱就請一個專區亞拜這行嘅駐頭單位嘅農委會，農委會呢，我們在這個專區哦，未來是不是有更好的前景？請您副座幫我們做個總結。是，這個專區就是經過我們將近10年來的推動哈，那是有非常多的這個成功的這個經驗哈。那像剛剛舉的這個斗南啊，或者是義祖啊，或者是美濃，他們不止一個專區，他們推動了以後，發現蠻有成效的，又再增加一個專區。所以這個實際上它的專區來推動成效是算很好的。是，就是有很多具體的成效哈。那個，因為它就是整合了這個人員哈，人還有土地，還有水資源，還有把產業的產銷哦也整合，然後也都選取像這個韓總幹事這麼好的這個經營人才哈，然後來這個發展這樣子哈，那也整合了很多的這種這個施政資源哈，比如這個輔導啊、補貼啊，還有品種改良啊、技術啊，還有共同防治啊，甚至這個區域的這個灌排啊，哈，都是在這個區域裡面可以去進行的這樣子。那我們也有這個把這個整個哈，就是說一個專區哈，應該要怎麼
发展怎么做哈，都有编成，每年都会更新它的这个手册哈，然后大家只要按照这个去发展的话，就可以跟之前前面的一些成功的发展的这个专区一样啊，就会很有发展的这个前景。是，谢谢副座。柯总应该传奇啊，咱摆看起来应该是进来进好。要从经费方面，也还没有你演有做得无？经费的问题吼，县政府在一方面是有需要支持的吼，尽量来大力来支持推广，也在丰州的栽培，啊，个也去做吸引更多的在地青年投入啊，发展在地的农业。好，感谢柯总哦。今日嘅节目就进行到鸦片哦，讨论到丰州产业嘛，咱摆嘅前景敢要行较好，还有一个钱系投钱嘅钱，另外注意咧一个钱币的钱了，大家总起来。总进来进到高，希望面积控台，还有个产业进来进提升，撑到行较多钱，还有对消费者来讲，轻重要嘅就系食嘅安全。故作使用嘅问题，咱摆啲长期起来过后，咁有可能行较提升咯，也都系大家向下来失望哦。一个长期嘅规划，大家十分嘅期待，下面继续来追踪，咱摆会用嚟发展。今日非常感谢乡亲所有来参加，感谢大家。